阿叔那个是我当然呗，老子装备饿了，一把就拿，现在下午了给着我呗。他当时我连个这么说的，六年过去了，那我碰到我了一呗，没有这么说嘛，没有这么说，我都掉了，到路上去的，我就说。Idzie, bo mi czas.